甲骨台语文章第1篇。这集来读一篇文章《花烧岛》，是台语先生整理，参考吴传杰先生的作品，由甲骨先生笔授。花烧岛，台湾东边的太平洋海面上，有一块小岛，伫较早白色恐怖时代，捌关过真侪政治犯，伊即马叫做绿岛。咱若捌入去遐游览参观过，会发现到规块岛的树林栽真侪，树叶也发甲青翠阁美丽。是安怎以早大家拢叫伊花烧岛呢？原来早前的岛民拢教细只船仔讨海掠鱼，细只船仔惊大风涌，若撞到歹天、透大风甲上大雨的时，就会有人伫山顶烧柴、放火、拍信号，通知海面作业的渔民多注意安全，趁早归航。就是安尼，岛上放火的时，人拢叫伊花烧岛。听讲绿岛原本无人伫住，清国嘉庆道光年间，小琉球人詹开胜有一摆去绿岛附近掠旗鱼甲乌黄串，无意外撞到风台，才会飘来这块岛搭寮仔小避一下。尾后，詹开胜返转去小琉球，招亲情朋友斗阵来遮掠鱼、开垦甲起厝。现此时，绿岛上的岛民拢总有14个姓，并无人姓詹，这就爱去继续追查原因，才有法度进一步了解详细。台语先生讲这篇文章是甲骨台语文试作第1篇，个人也感觉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，所以特别录这集的节目。欢迎大家开始来写台语文章。文章全篇包含注解，会搭伫说明栏，欢迎大家参考研究。